佳景康城3期啊，業主買翻嚟咧成3年嘅時間，首期咧已經幫你哋俾咗啦，而且咧仲幫你哋供咗3年嘅時間。咁佢依家話剩低嘅，你哋自己諗下辦法啦，幫你直接供翻就得噶啦。嗱，啱俾咗鎖匙我話，跟住鏡頭一齊上現場睇睇。業主話如果有後悔藥性就好啦，咁咧佢就唔會喺2022年買咗呢套佳景康城3期嘅單位。嗱，可以睇到啊，電梯間呢度咧佢係2梯3戶嘅設計，有一個低密度嘅。而且可以睇到呢個牌咧係2022年8月先裝呢個門嘅，2023年咧佢先交樓嘅。整體咧都係開發商原版原漆嘅裝修啊，廚房呢啲用具咧，包括爐灶煙機啊，係喐都未喐過嘅。南北兩邊雙露台啊，你諗下嗱，89平方有2個露台，而且咧佢個客廳咧闊度咧都有成3.6米嘅。OK， 嗱，出到嚟陽台呢度睇下，陽光咧都係曬到入嚟嘅。嗱，佳景康城離珠海到底有幾近咧？可以睇下前面呢個紅綠燈嘅，呢個紅綠燈過去咧300米距離咧就係珠海萬科城啦，隔離咧仲可以睇到山姆會員店個方向啊。咁所以咧呢度咧返珠海咧亦都係十分之方便，可以講啊，你係住喺坦洲，但係咧你出門咧就係珠海啦。89平方使用率咧佢係超過咗100%嘅，每間房嘅空間咧亦都十分之闊落。大開發商3000蚊平方嘅裝修標準啦，包括呢啲窗邊櫃啊，呢啲衣帽間嘅位置咧，全部都係歐牌一個定制櫃嚟嘅。業主買翻嚟啊，成本價加埋稅咧都將近200個，依家咧蝕咗成幾廿萬。首期咧已經幫你哋俾咗啦，月供咧都幫你哋供咗成3年嘅時間。嗱，剩低真係你哋自己諗下辦法啦。89個平方南北對流嘅。嗱，咁佳景康城咧呢度咧樓下就有業主嘅巴士啦，翻去到香港市區啦、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嘅。翻到去拱北口岸啦，亦都有專線嘅巴士啦。依家坦洲快線開通咗咧，講緊都係20分鐘。呢套樓咧依家首期為到20零個，月供咧都係為到5000零蚊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約我實地現場了解下。Thank you。